另外，再來看前台北市長郭文定呢，是因為金華城頂案的一審，互人家判17冬。昨昏在台北地院是來正式公布16塊影片，這當中包括着一審的言詞辯論，也閣有宣判迄天現場的畫面，這也是司法歷史頭一個。應執行有期徒刑17年，褫奪公權6年。民眾黨創黨主席、前台北市長郭文定被訴的金華城甲政治獻金案，一審重判17冬。聽到判決結果，伊激一個凊面。當案關鍵被告台北市議員嚴曉薇、維京集團主席沈慶景等人，佇審判長宣讀主文當下，嘛無情緒反應。判決了後，人無講，為言詞辯論到宣判日，檢辯庭的對話甲反應，攏對外公開。清清白白不能只是廉價的口號，要跟卷內的證據吻合。我們檢察官對於在庭的任何一位被告都沒有個人的好惡。你實在是不平庸，但是真的很邪惡。來，其實今天誰在破壞回歸專業依法行政，就是你們檢察官啊。他本來有個系統在運作的。無論是檢方論告，或者是被告答辯，檢辯安怎過招，開庭過程全記錄，就連庭上的意外插曲嘛攏真實呈現佇網路。台北地院第31做一屆甲16支法庭影像傳起嚟。他說我們調刑事力是政治偵防，明明就是他請我們去調刑事力確認的啊。好，沒關係，現在我講完，好，現在我講完。我不去做制止，可是大家。辯論就是各說各話。一審的事實審創下司法史的頭一個公開播送法庭影音，就是因為去年修正通過法院組織法，只要案件牽涉重大公益或者是社會正關注，地院也是高院通用職權或者是當事人申請，才准用適當方式公開播送。不過公布範圍是限制佇辯論庭甲宣判迄天。事實的真相不是照檢方講的，也不是像法官講那樣，但是。我們唯一的機會，就是說讓法庭上的辯論可以讓社會知道。既然公開透明嘛，就是讓社會來評論。其實民眾黨原本要求愛佇判決迄日採取即時直播，不過法院認為，若是即時直播審理過程，可能會有隱私、個資或者是敏感資訊的疑慮，所以最後裁定事後播出。判決後才播送這件事情，去減緩他一些當下被播出來沒辦法去顧及隱私。那這個部分我們是肯定的，還是希望是朝這個看案情如何，而不是說就把這個可能審判過程中的一些東西民營化。到底法庭公布後，敢會當替司法改革帶來正面的影響，值得觀察。不過專案上訴後，敢會當比照辦理公開播送，也是需要2審法庭的裁定同意。記者綜合報道。